大家好啊！今日要介紹大家一套科幻片俾你哋睇啊，外語嘅科幻片。但係呢套片呢，有好多個名啊，喺香港呢，就已經有2個名啦，就叫做虛擬智能或者智能伴侶。而家喺中國大陸呢，就叫做機械姬，喺台灣呢，叫做人造意識，英文名叫做 Ex Machina。記得 like、subscribe and share， 因為咁樣呢，就對我哋呢啲咁小頻道呢，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多謝晒。呢個故事嘅橋段雖然唔係新，我哋香港咧喺37年前咧都有個類似咁嘅橋段嘅。咁嗰套戲咧就叫做《鐵甲無敵瑪利亞》，嗰陣咧係呢個葉倩文演嘅添。哇！嗰陣葉倩文真係好靚女㗎，嗰陣又後生，真係巔峰嘅顏值。我以前喺其中一段片都講過，即係話橋就唔怕舊，最緊要受嘅。咁呢套片呢都係整得係好緊張嘅。咁成個故事個劇情呢，只係圍繞7日內發生嘅事情。成套戲呢，只係得4個演員啫，但係呢都可以做到好精彩，同埋嗰個故事都好緊湊嘅。女機械人一直都係男人嘅夢想，男性一直幻想一個完美嘅老婆或情人，可以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原來女主角艾莉西亞未堪德係做過 Tomb Raider 裏面嘅女主角 Lara Croft 㗎，唔係 Angelina Jolie 嗰套啊，係2018年出版嗰套。咁例牌都要講下故事內容嘅。咁呢個故事咧就關於一間大公司叫做藍皮書，咁佢就負責處理全世界9成幾嘅網絡搜尋嘅。咁你可以幻想呢間公司就等同呢個 Google 同埋呢個 Facebook 嘅混合體啦。喺呢間藍皮書個公司咧，裏面咧就有個程式設計師，咁就中咗個獎。咁嗰個獎咧就係可以同呢個藍皮書嘅創辦人納森咧，就去佢個別墅嗰度可以住1個星期。咁呢套片嘅主角咧加納咧就坐呢個直升機咧就去呢個納森嘅別墅嗰度，因為個別墅咧就有啲隱秘，就喺個森林嗰度嘅。當納森就係呢個公司嘅藍皮書嘅創辦人，咁見到加納嘅時候咧就好開心，同我話呢個別墅咧其實咧就唔係一個普通嘅別墅嚟嘅，係一個秘密嘅研究室。納森咧就先要呢個加納簽一個保密書先，跟住就話俾佢聽，希望可以喺呢啲7日內咧就幫佢做個實驗，因為佢就啱啱發明一個好新嘅 AI 機械人，就想佢幫手幫呢啲 AI 機械人就進行一個叫做圖靈測試。納森嘅目的咧就想檢驗下呢啲 AI 機械人咧有冇具備呢個人類嘅心智。第一日咧，加納咧就見到一個女性外表嘅機械人，嗰個機械人咧就叫做艾娃。咁艾娃見到加納咧就先自我介紹，同埋開始同加納交流。加納同佢傾完偈之後咧就好震驚，哇！果然咁厲害嗰啲 AI 功能嘅機械人可以同我對答如流，真係好似真人咁嘅樣。慢慢咧，呢個加納咧就同呢個艾娃就越嚟越熟啦。跟住艾娃仲開始表示話想同佢約會，好渴望咧就想睇一睇出邊嘅世界係點樣，因為咧佢咧係從來未出過呢個神秘嘅研究室嘅，同埋咧係亦都唔准出去嘅。加納咧做呢個實驗嘅時候咧就覺得有少唔對路，我覺得好似呢個女機械人一直咁樣引誘佢，所以就走去鬧呢個納森啦，話我係咪故意設計到咁樣，即係嚟引誘佢嘅，搞到佢咧就唔可以集中精神做呢個測試。咁納森就同佢講，冤枉啊，因為呢啲全部都係呢個機械人嘅自己意識嚟嘅。咁納森都好開心，唔通呢次發明呢批嘅 AI 機械人係會特別少少，即係越嚟越接近人類嘅思想嘅。到第4日，艾娃咧就趁呢個納森唔喺度嘅時候咧，就同加納講，佢話千祈唔可以信納森，佢係壞人嚟嘅，同埋希望加納咧可以救佢出離開呢個秘密嘅研究室。究竟哪一方才是正才是邪呢？要知道故事嘅發展，就請有興趣嘅觀眾去睇睇呢套電影啦。好，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多謝各位嘅觀眾收聽同收看，記得like、subscribe and share 同埋 comment 呢段片啊。好多謝晒大家，拜拜咯。